看我身后大屏幕上这个美女呢，是电影《色即是空》的主演，韩国女星韩素媛。目前呢，被目击者看到她在北京街头与一位年轻的富少秘密约会，看起来是非常的甜蜜幸福。下面和欣慰一起去八卦一下吧。曾经主演电影《色即是空》的韩国女星韩素媛，日前被目击在北京星光天地附近密会一位年轻富少。从亲昵的举止可以判断两人是情侣关系。只见两人在车内相聊甚欢，而后男友揽着韩素媛步入商场，一路上照顾得体贴入微。1小时后，两人驾车离去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该男子是山西富二代，与韩素媛在朋友的聚会上相识，并迅速坠入爱河。2002年，电影《色即是空》公映之后，韩国女星韩素媛受到了极大的欢迎。2006年，她和张娜拉在中国的北京、天津等11个省市登台演出，并在中国接拍了整形医院和减肥用品的广告。因其甜美的笑容、性感的身材，也曾经名噪一时。除了主演影视剧，还出了专辑，并兼职瑜伽教练。近年来，长期定居中国。